今個主日嘅福音章節雖然篇幅較長，但係聆聽後會獲得好多重要嘅資訊，幫助我哋喺信仰路上扎根。那時，耶穌對門徒說：天國好比一個人在自己的田裏撒了好種子。當人們睡覺時，他的仇敵來把莠子撒在麥田裏，便走了。等到長苗吐穗時，莠子也長了出來。僕人們就來向主人報告：主啊，撒在你田裏的不是好種子嗎？那莠子是從哪裏來的？主人說：這是仇敵做的。僕人們問他說：你要我們去把莠子都拔掉嗎？他說：不必了，恐怕拔莠子的時候，連麥子也拔出來，讓他們一起長到收穫的時候吧。等到收穫時，我會對收割的工人說：先把莠子拔出，捆起來，用火燒掉，然後把麥子收入我的倉裏。他對他們講了另一個比喻，說：天國好像一粒芥子，有人拿了撒在自己的田裏，它是一切種子中最小的，但長大後卻是蔬菜中最大的，成了一棵樹，天空的飛鳥也在它的枝上築巢。他又講了一個比喻，說：天國好像酵母，婦人拿來揉進3斗麵粉裏，直到整個麵團發酵。耶穌用各種比喻對群眾說了這一切，不用比喻就不對他們說什麼。這就應驗了先知所說的話：我要開口講比喻，把創世以來的隱秘都說出來。然後耶穌離開群眾，進到屋裏，他的門徒前來對他說：給我們解釋田裏有草的比喻吧。他回答說：撒好種子的人是人子，田地就是世界。好種子是屬天國的人，莠子是屬邪惡的人。撒莠子的敵人是魔鬼。收穫時節是世界末日，收割者是天使。正如拔除有草，用火燒掉，那將是世界末日的情況。人子要派遣天使，把他的國內一切使人犯罪的事和不法之徒收集起來，扔進火爐裏，使他們在那裏哀號，又咬牙切齒。然後義人要閃耀發光，猶如太陽，進入他們父的國裏。有耳的，聽吧。聽完之後，你會唔會覺得耶穌好似《孫子兵法》嘅作者孫武咁有智慧呢？不過耶穌嘅決定多咗一份愛，佢寧願容忍莠子，都唔想喺收割前傷到任何一棵有機會結出果實嘅麥穗。希望我哋都可以成為好地裏面嘅麥子，用天主嘅耐性對待自己，用天主嘅慈悲對待其他人，滿懷希望等候榮耀嘅豐收。